做明星混臉熟釣金龜。呢個唔單單係上世紀80、90年代絕大部分港台女星進入娛樂圈後職業規劃嘅標準模板。2024年年末，女星柳岩對圈外富豪知三當三，身懷有孕，迫使佢俾名分嘅傳聞再次證明呢一條定律喺當下亦都同樣適用。呢一種新聞普遍自帶巨額流量，除咗明星嘅曝光加持之外，豪車富豪集郵成風，亦都成為民眾茶餘飯後討論嘅重點對象。喺呢一點，香港金融房產大亨劉鑾雄一直係業界翹楚。那當年號稱訓騙港星嘅佢點樣嘅呢？劉鑾雄嘅發家史可謂係香港獅子山精神嘅完美寫照。佢出身社會底層，依靠聰明才智結識富家千金，先後喺家電、外貿、金融、房地產領域打下大片江山，從港人口中嘅潮汕佬化身為縱橫香港嘅大劉。呢一份膽識、睿智與運氣確實係常人無法比擬嘅。但係劉鑾雄呢一段白手起家嘅傳奇經歷，亦都造就咗佢後來私生活嘅糜爛。其一，劉鑾雄係典型嘅小民乍富，冇家族長輩嘅限制與制約，情事不斷。得益於幾十年發展，香港從不缺富豪之家，但礙於社會影響同埋家族體面，如李嘉誠、李兆基、霍英東、鄭鄭瑞同等名門望族對仔女婚姻情感生活均有一定嘅管束，並非係女星想進就進㗎。其中典型案例便是女星梁洛施同李嘉誠次子李澤楷嘅情史。梁洛施係新世紀初香港最當紅嘅女星之一，樣貌顏值相當出眾。可即便如此，李家對兩人交往一直十分冷淡，哪怕梁洛施以犧牲事業為代價，接連為李澤楷誕下3名子嗣，亦都入不得門，可見其家門森嚴。可劉鑾雄冇呢一種問題，佢本身就係靠自己闖出天地，屋企長輩對其幾乎冇制約力。見識過上層社會嘅紙醉金迷之後，大劉道德底線逐漸跑偏，陷入見一個愛一個責一個瞓一個嘅泥潭。其二，傳奇經歷塑造其別樣性格，令其難以真心穩定咁愛一個人，間接塑造多段情史。喺逆境當中，憑藉頭腦逆轉劣勢，發家致富。劉鑾雄嘅成功係典型嘅網絡爽文範本。但呢一種經歷亦都造就咗其自信自戀嘅性格，心中只有自己同埋部分家人，女人對佢嚟講更多係一種工具，或者向他人炫耀嘅戰利品。呢一點喺劉鑾雄同寶詠琴同黃詠茹嘅情感經歷就能夠睇出。寶詠琴係其結髮妻子，亦都係佢能夠獨立於獅子山下嘅天使投資。當初正係身為富家小姐嘅寶詠琴委身下嫁，劉鑾雄先至有機會靠家電同埋外貿賺到人生第一桶金。可隨住劉鑾雄事業不斷成功，佢身邊嘅角色女性越嚟越多，兩人情感逐漸降溫。喺大劉出軌女星之後，寶詠琴甚至成為眾多小三小四圍攻嘅對象。據其自傳《琴心集》披露，寶詠琴因為經常遭到李姓女星嘅騷擾同恐嚇而身心俱疲，直接導致兩人離婚。黃詠茹則係劉鑾雄企業嘅左膀右臂，借助其父親香港高等法院前大法官嘅關係，同自己多年嘅律師從業經歷。黃詠茹長期擔任劉鑾雄旗下公司嘅總經理。當初為咗同劉鑾雄埋一齊，黃詠茹不惜同父母決裂，又學習各種菜式糕點，希望可以拴住大劉嘅心。可劉鑾雄依舊喺香港娛樂圈嘅百花叢係迷咗眼，身邊緋聞不斷。即便係喺黃詠茹為此服藥自殺嘅情況下，劉鑾雄亦都只係象徵性探望咗5分鐘。康復之後嘅黃詠茹徹底醒悟，徹底同劉鑾雄分手，並拒絕咗其3次挽留求婚。興許喺大劉從病床邊匆匆離開嘅嗰一刻起，黃詠茹就徹底將佢睇透咗。根據媒體多年嘅報道，共有包括李嘉欣、關之琳、洪欣、蔡少芬、袁潔瑩等多位知名女星同劉鑾雄有染，剩餘不知名模特、演員、職工、生意夥伴，甚至偶然結識嘅女性。與之有親密接觸者更不勝枚舉，話佢訓騙全港其實並不為過。但喺劉鑾雄生命中咁多女性，係咪真有走入其內心，甚至與之建立長期關係嘅呢？
仲真有。不過其中故事亦都係精彩紛呈。喺大劉嘅生命中，共有3位女性為其生兒育女，佢哋分別係發妻寶詠琴、前女友呂麗君同現任妻子甘比。劉鑾雄後宮內鬥同狗血嘅程度絲毫不亞於任何一部宮廷劇或現代家庭劇。咁其中較為精彩嘅係呂麗君與甘比之間嘅糾葛與搏殺。前女友呂麗君喺港媒嘅報道中，曾經係繼寶詠琴之後最有可能轉正嘅候選人。呂麗君出身於香港中產家庭，天生麗質嘅佢曾經參與港姐競選，可見其身段同顏值都相當能打。港姐夢碎之後，呂麗君更加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深造，可見係位有顏有才嘅奇女子。興許係為某位女星買禮物買包，劉鑾雄喺機緣巧合之下結識咗當時正喺 LV 品牌店做兼職嘅呂麗君，憑借出色嘅相貌同埋自強女性嘅標籤，迅速讓呂麗君成為劉鑾雄榻上嘅新寵。呂麗君並非係如女星咁嘅花樽，結識劉鑾雄之後，呂麗君加入其公司，積極為其生意出謀劃策。喺2002年嘅股市大戰中，劉鑾雄依靠住呂麗君嘅獻計獻策賺嘅盆滿缽滿，為佢劉鑾雄不惜同其他嘅女友斷絕關係。2002年後，呂麗君先後為劉鑾雄生下一女一子，母憑子貴嘅佢地位更加穩固。喺擔任公司執行董事之後，呂麗君逐漸成為媒體口中嘅未來劉太太。可劉鑾雄身邊度缺女人呢？未來劉太馬上就迎嚟咗人生大敵甘比。甘比原名陳海韻，父母離異，家境貧寒。早年喺蘋果日報做記者，但係硬係憑借開朗嘅性格同高超嘅情商，喺報社同娛樂圈混得風生水起。當時甘比嘅手腕高明到咩嘅程度呢？佢係當時一直同記者關係不睦嘅星爺周星馳唯一對外承認嘅媒體界好友。另外喺佢嘅訪問下，奧運冠軍伏明霞首次面對媒體，承認咗同梁錦松嘅戀情，而且冇引發關係不快。作為咁樣嘅寶藏級主播，採訪劉鑾雄亦都係甘比不可避免嘅任務。兩人便咁樣相識，恰逢當時呂麗君遠喺英國讀博深造，大劉枕邊空虛。喺甘比春風化雨嘅攻勢下，兩人好快建立關係。每當香港記者缺乏新聞素材，佢哋就會打聽劉鑾雄嘅近況。呢不在或者有心或者無意嘅透露底下，甘比同劉鑾雄交往甚至懷孕嘅新聞好快便全港皆知。呢個時候，呂麗君亦都坐唔住啦，心急火燎趕返香港，甚至借助報紙公開發咗一封討賊檄文。喺呢一封公開信中，呂麗君以劉夫人自居，非但大肆批判甘比嘅行為，甚至質疑甘比腹中孩子係咪係大劉血脈。呢一封公開信喺揭開呂甘後宮大戰嘅同時，亦都將劉呂甘三人置於風口浪尖。可面對呂麗君咄咄逼人嘅攻勢，甘比始終不為所動，既唔澄清，亦都唔反擊，只係默默地相夫教子。一方面，甘比精心打造旺夫益子嘅人設，佢利用高情商搞定咗劉媽媽，同時佢仲一再通過各種方法暗示劉家人甘比嘅女兒旺劉鑾雄同埋劉家。呢一系列操作，讓長期同未來婆婆關係不和嘅呂麗君受到裝四床四。另一方面，甘比深知媒體運作規律，默默忍耐唔反擊嘅方法，迅速平息事態，深得行事低調嘅劉鑾雄嘅欣賞與喜愛。相反，逐漸失去對一哭二鬧三上吊呂麗君嘅興趣與留戀。最終2014年，劉鑾雄同呂麗君分手，並喺3年之後俾咗甘比名分，劉家後宮內鬥正式結束。其實話2017年嘅劉陳結合結束咗劉鑾雄嘅風流史並唔誇張，因為劉鑾雄真係玩唔喐啦。本身劉鑾雄就係物欲極重嘅人，其胡吃海飲、縱情聲色嘅生活喺其發家之後越發嚴重，身體早已經被酒色掏空，人到中年就患有嚴重嘅心臟病、糖尿病同埋腎衰竭，長期接受血液透析嘅折磨，劉鑾雄已無心風月，只求苟活。2016年，大劉終於等來咗合適嘅腎源。為成功換腎，劉鑾雄前後花費3億港元，終於結束咗定期透析、全身散發尿味嘅折磨日子。
此時嘅大劉早已年過花甲，出現喺眾人面前嘅早已唔再係嗰個為博紅顏一笑送豪車贈豪宅嘅頂級富豪，而係拄住拐棍，經常需要妻子照顧、衣着簡樸嘅老年男人。當面對記者對生意同情感嘅提問嘅時候，劉鑾雄唔再揮斥方遒、口出豪言，反而寧靜平和，多咗幾分淡然同埋灑脫，仿佛經歷劫難之後大徹大悟一般。興許係為咗慳住啲用呢一粒寶貴嘅腎臟，劉鑾雄選擇咗清心寡欲嘅低調生活。但係可能更為現實嘅原因係大劉喺房地產同埋股市領域生意嘅多重失利。畢竟金錢同埋權力係最好嘅春藥嘛。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劉鑾雄便開始涉足內地房地產市場。憑藉住公司華人置業嘅出色表現，劉鑾雄始終喺香港甚至係全球富豪榜上名列前茅。但係隨住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香港同內地房地產市場嘅同步下滑，劉鑾雄之名早已風光不再。特別係2021年9月，恒大地產爆發償債與經營危機，令股東劉鑾雄損失慘重。當年10月，由於股價過低，劉鑾雄不得不將華人置業私有化，退出資本市場。而失去股市嘅融資加持，未來華人置業嘅發展將更加艱難。一冇雄厚嘅資金，二冇好嘅項目迅速盈利，未來嘅華人置業可能最大嘅任務係保證穩定經營，盡量唔好出現大規模危機。重新再返到日進斗金嘅黃金歲月，恐怕遙遙無期。興許此時正係劉鑾雄放下執念，回歸本心，享受家庭生活嘅好時機。